原本的渔园透过中划已经成为安南区商业辅导心，其中所诞生的草湖寮历史公园，有囡仔上爱挖石啊、出流浪，有超大的山坑等等，全年龄拢会当享受的特色悠久，以及大心的亲子友善环境。为了让更较侪人知影来遮，同时认识在地文化，甲安南区一步一步打造区内公园的建设成果。但伫23号一早起特别举办健行活动，吸引超过700名里民热情参与，包括2位斗笠担市长参选的立委林俊宪甲陈天贵嘛同齐来面达起行。会当参这里面大家互相更较亲近啊，认识啊，多认识一些里民啊，啊，可以当运动啊，做好啊。因为升旗假日，真侪民众拢全家大细做伙来参加，相当温馨。公司表示，为了因应安南区人口快速增长，所以建设公园等亲子休闲活动相对重要。这回大安里一面推动大家运动风气，一面来了解家己徛起环境的升级，对带动地方发展相当期待。让我们的民众有大小空间的来这边游玩，也非常感谢我们台南市政府细心的规划，让我们的里民有多一处活动空间。非常感谢台南市政府，谢谢。咱这个特色公园，看咱更较无同的是，咱有足完整的化妆室设施，里面甚至有哺乳室跟无障碍厕所等等，拢方便予大家来使用吼。虽然只是2500公尺健行，不过却是见证安南区建设起飞一大步，也欢迎大家小聚来公园佚佗。台南新闻阮子采访报道。